后来乡亲啊，把这个乌多摆停好势，安全帽啊，要安怎收、安怎放？讲这个北部人甲下港人真无共哦。咱这回来看。停好机车，通常你都会怎么放安全帽呢？像是在高雄这样子直接挂在外面，已经是家常便饭了。伫高雄只要是有停机车的所在，拢会当看到这个景象。咱来询问机车族的，因讲安尼较方便。 比较方便啊，不用再说哦，还要这样打开车厢那边拿来拿去，觉得方便，然后不会占置物空间这样的。就算有落雨啊，也是有看到这机车族的安全帽啊挂伫外头的，唔是唔惊雨淋，其实是放袂落去。我觉得跟车厢大小也有关系吧。车厢放不进去的话，我也不会放里面啊。讲真的啊，这种安全帽也才几百块，也被干走就算了。被偷还好，重点是车厢里面满了。 咱来看台北人放安全帽的方式，这远看过，拢乖乖收好势。都惊落大雨，这安全帽啊会澹去。这南部地区的机车族，大部分拢介意把安全帽啊吊伫这机车顶的。小小一个台湾南北生活方式有遮尔大的差别。下回只要看到朋友挂安全帽的方式，无定你就当要出伊是倒位的人。